大家好，我係傻強。我想一開始就問你一個問題：如果移民真係代表成功，點解而家越嚟越多人靜靜咁返嚟？但如果回流代表失敗，點解一返到香港，有啲人反而即刻穩定返？究竟係人揀錯路，定係我哋由一開始就用錯咗標準去理解乜嘢叫成功，乜嘢叫自由？如果你聽到呢度開始覺得有少少唔舒服，其實好正常，因為呢個問題本身就唔係設計嚟俾人舒服。好多關於移民同回流嘅討論，好快就會由現實問題變成道德評價。你夠唔夠叻？你係咪輸咗？你當初嘅決定值唔值得？但現實世界從來都唔係一條直線，而係一條條數，一層層風險，一個個制度限制。當生活開始變成每日都要計成本、計風險、計承受力，你所謂嘅自由，其實只係建立喺一個你仲頂唔頂得順嘅系統之上。如果你都曾經諗過離開，因為你覺得留低好鳩，覺得每日朝早逼車返工，夜晚拖住個舊到冇反應嘅身體返屋企，屋企人未瞓你已經冇力講嘢，覺得日日都係追數、追 KPI、追生活成本，時間越嚟越少，耐性越嚟越薄。又或者你都曾經諗過返嚟，因為你發現外面嘅世界冇想象中咁浪漫，收入唔穩定，制度等待期長，工時未必短，家庭時間反而被時差同距離食晒。咁我想你聽清楚，呢條片唔係要話你揀得啱定揀錯，而係想同你一齊拆解一件事。喺一個制度同制度互相碰撞、互相摩擦嘅年代，普通人究竟要付出幾多妥協，先可以叫做活得落去？近排你可能都有留意到，一種講法開始越嚟越頻繁咁出現，移民咗嘅人有啲返嚟，又或者唔係完全返嚟，而係選擇兩邊走，喺香港做嘢，喺外國生活，甚至一家人分開部署，各自喺不同地方承擔唔同角色。你喺社交平台見到嘅畫面通常好兩極，有人好興奮，覺得呢個係一個所謂嘅回流潮，好似某種證明香港仍然有吸引力嘅勝利信號，亦有人帶住冷笑，話外面捱唔住先返嚟，甚至將回流同失敗直接畫上等號。呢兩種講法其實都好情緒化，亦都好表面。但如果我哋肯退後一步，抽走立場，抽走情緒，用結構同制度去睇呢件事，你就會發現，所謂回流其實唔係情懷選擇，而係一條經過反覆計算之後得出嘅結果。如果你只係用叻唔叻、成功定失敗去理解回流，你會永遠睇唔到重點。真正嘅重點係回流唔代表贏，更多時候佢係一種對現實讓步嘅結果，一種經過理性衡量之後作出嘅冷靜，甚至可以話係冷酷嘅妥協。點解我要用冷酷呢兩個字？因為好多人回流嘅背後，並唔係因為突然之間愛返香港，更加唔係懷舊，而係一條條數慢慢對唔上。你會發現，海外人工未必真係想象中咁高，但生活成本卻高得驚人。你會發現，福利制度確實存在，但等待期長，而且門檻複雜。你會發現，語言未必係最大問題，但文化、專業認證同制度承接先係真正嘅隱形牆。你亦會發現，就算你肯捱，肯由低做起，市場未必等你，時間成本同家庭壓力卻日日都喺度。慢慢地，你會將留喺邊度由一個理想問題變成一個生存問題，由原本嘅我想點生活變成我可唔可以撐落去，由選擇生活變成撐住生活。當移民由一種對自由嘅想象變成一個每日都要計數、計風險、計承受力嘅項目，回流就自然出現。唔係因為你輸，而係因為你發現，原來你身處嘅世界已經唔再係一個只要你肯努力就一定有對應回報嘅世界。相反，呢個世界更加講究制度承接、成本結構同風險分配，而呢個先係回流真正嘅背景。唔係邊個唔夠堅持，亦唔係邊個意志薄弱，而係制度本身將風險一層一層向個人推落去。海外制度有佢嘅高門檻同長等待期，對新移民未必友善。香港制度有佢嘅高壓、高成本同快節奏，對家庭同個人同樣消耗。兩邊都唔係樂園，於是人開始用兩邊走，去拼一個相對可持續嘅生活，用移動去分散風險，
用地理選擇去補制度漏洞。但問題亦正正喺呢度出現，當所謂嘅可持續只屬於有資源、有身份、有專業彈性、有資產嘅人，咁無法兩邊走嘅人就要承擔更大風險，佢哋可能要接受更差嘅工作條件、更高嘅生活壓力、更少嘅選擇權同埋更低嘅安全感，而呢啲代價通常唔會被大聲討論，因為佢哋唔夠戲劇性、唔夠情緒化，但卻日日發生。所以我今日想講嘅唔係邊個走邊個返，而係點解走同返都同樣咁辛苦。因為當你真正理解到回流背後嗰種妥協係點形成，你就會明白我哋已經身處一個新階段，移民唔再自動等於自由，留低亦唔再自動等於困局，兩邊都係計算題，而唔係情懷題。最後，我想留你一條冇即時答案，但會長時間留喺腦入面嘅問題：如果一個普通家庭要靠不停移動、分散風險、拆開生活，先可以叫做穩定，咁問題究竟係人唔夠努力，定係制度本身已經變得太難承受？如果你再冷靜啲睇，你會發現回流唔係單一方向嘅移動，而係一場風險嘅再分配。移民之前，好多人以為自己係用一個地方嘅風險去換取另一個地方嘅安全，但現實係你只係將風險由一種形式轉換成另一種形式。喺海外，你面對嘅可能係身份不穩定、工作市場排外、福利等待期長、醫療教育成本高。喺香港，你面對嘅就係高生活成本、高工作密度、高心理壓力。回流嘅本質唔係風險消失，而係你開始重新揀邊一種風險你比較頂得順。呢個選擇本身已經好殘酷，因為佢唔再問你想要乜，而係問你可以忍受乜。當人生變成承受力測試，而唔係理想實現計劃，其實已經說明咗一件事：制度嘅安全網已經縮到好細，好多責任被推咗落個人身上。好多人聽到兩邊走，第一反應係羨慕，覺得可以喺香港揾錢，喺外國生活，好似一個完美解法。但你一定要睇清楚，兩邊走其實係一個高度門檻嘅策略，佢需要你有足夠嘅資本去承受兩邊生活成本，需要你有可轉移嘅專業技能，需要你有身份同簽證彈性，亦需要你嘅家庭結構容許分開部署。而呢個幻想本身就係制度失效嘅副產品。換句話講，兩邊走並唔係一條普遍可行嘅路，而係一種只對少數人開放嘅生存策略。當社會開始大量討論一條只屬於少數人嘅路，呢件事本身已經好值得警惕，因為佢意味住主流制度已經無法為大多數人提供穩定感。喺回流同跨境移動嘅過程入面，真正得益嘅往往唔係表面上移動嘅人，而係背後嗰套結構。第一類得益者係大型企業同跨國資本，佢哋可以喺唔同地方配置人力，壓低成本，提高彈性。第二類係地產同資產持有人，因為人口流動反而增加咗某啲市場嘅需求。第三類係各種中介同平台，包括移民顧問、教育中介、保險、金融服務，佢哋喺每一次不安同轉移入面都可以穩定抽取費用。而最諷刺嘅係，承擔最大風險嘅往往係最少話語權嘅人，真正埋單嘅通常唔係一夜之間爆煲，而係慢慢流血。你可能會見到一個家庭因為回流而重新適應香港節奏，工時拉長，親子時間減少。你可能會見到一個人因為海外發展受阻，返港但要由頭再嚟，收入倒退。你亦可能會見到一啲留喺海外嘅家庭成員長期分隔，情緒壓力累積。呢啲都唔會即刻上新聞，但佢哋係最真實嘅成本。講到呢度，我要重申一個原則：市民自保唔等於制度可以卸責，但喺制度未改之前，普通人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清醒。第一，你要誠實評估自己嘅承受力，而唔係用社交平台嘅成功故事做標準。第二，你要為最壞情況留緩衝，包括現金流、技能更新同支援網絡。第三，你要接受一個現實，穩定已經唔再係自動配套，而係需要主動爭取同管理。如果一個社會要靠不斷流動、不斷分散、不斷妥協，先可以勉強維持穩定，
咁我哋究竟係生活喺一個自由嘅世界，定係一個只係將風險包裝得更精緻嘅系統入面？如果你有小朋友，或者你身邊有人有小朋友，其實你會更加清楚，回流與否，好多時唔係為自己，而係為下一代。移民之前，好多人會用一個好理想化嘅畫面去想像教育，課程輕鬆啲，壓力細啲，學習更快樂，小朋友有更多時間做自己。但真正落地之後，你先會發現，教育唔只係校園生活，而係一整套制度配套。喺海外，小朋友教育表面上冇咁多考試，但背後係另一種壓力，學區、資源分配、家長參與程度、語言適應、文化認同。你如果唔住喺好學區，小朋友嘅起跑線已經唔同。你如果屋企冇足夠時間同資源去補語言同文化，小朋友就好容易變成兩邊都未完全屬於嘅狀態。而當小朋友開始問點解我同同學唔一樣，點解我屋企要搬嚟搬去，其實家長承受嘅心理壓力係遠比金錢成本更重。回到香港，教育壓力當然存在，功課、考試、競爭一樣都唔少，但同時制度嘅可預期性相對高。你知道小朋友大概會經歷乜嘢階段，知道升學路線點樣行，知道補救方法喺邊度。好多回流家庭最後發現，佢哋唔係揀一個最好嘅教育，而係揀一個自己頂得順、陪得到嘅教育。呢個選擇本身就已經係一種妥協。講到回流，最矛盾亦都最痛苦嘅，往往係中產夾心層。你唔算最有資源，未必可以輕鬆兩邊走，但你亦唔算最弱勢。制度好多時假設你應該自己搞得掂。喺海外，你可能未夠資產去住最好學區，亦未夠資歷即刻入到核心行業。返到香港，你又要面對高樓價、高租金、高競爭，而支援未必會自動落喺你身上。中產最大嘅困境唔係即時崩潰，而係慢慢被消耗。收入可能仲算穩定，但增長停滯，支出持續上升，但選擇越嚟越少。你表面上仲撐得住，但其實安全網越收越窄。回流對中產嚟講，好多時唔係翻身，而係換一個地方繼續頂住。最後，我一定要講心理成本，因為呢一層係最多人低估，亦係最容易被忽略。呢啲唔會反映喺任何成功故事入面。長期活喺不確定之中，無論你選擇留低、移民定係回流，burnout 幾乎係必然風險。你要不停計數，不停規劃，不停為最壞情況做準備。人係會分嘅，而更隱蔽嘅係關係裂痕。夫妻之間因為對未來嘅判斷唔同而出現張力，親子之間因為搬遷同適應而出現距離，甚至朋友之間因為選擇唔同而慢慢疏遠。呢啲裂痕唔會即刻爆發，但會一點一點蠶食安全感。當你發現自己長期處於疲倦、內疚、焦慮之中，其實未必係你唔夠堅強，而係你承受緊一個原本應該由制度分擔嘅壓力。所以，當我哋再講回流，係咪仲可以用成功或者失敗去簡化？真正嘅問題，究竟係你走定留，定係點解一個普通人要用咁多計算、咁多妥協、咁多心理成本，先可以勉強換到一個叫做穩定嘅生活？當穩定變成一種高門檻商品，究竟係我哋唔夠努力，定係制度本身早就需要被重新檢視？